看台南600外公哦，拢无啥雨水，造成气温上过咸。即马佮传出讲，北门、将军、七股、安南区一寡渔民市的蛤蟆死亡率是真悬哦。台南市农业局嘛呼吁渔民哦，若是拄到这款情形，会当去公所申报，农业局会来协助争取中央的现金救助。一粒一粒卡拢已经现天的粉叶，规堆蹲伫渔内边啊，数量侪个干那山，互渔民看是真痛心。台南7股10分里口内啊，第一日发现粉叶的死亡率较悬，渔民推测因为靠岸雨落少，致使渔内水愈来愈咸，这粉叶才会拢咸死。真哦，若你若甲无流水哦，拢伫咧5、6度、5度半，咱这也无咧像。在西面讲有迄款的地下水人去偷啊，所以咱是爱靠天啊。啊，你靠天的时候，伊就无雨水，无雨水的时候，这就是蛤蟆就站袂掉啊。那其实除了盐度过高之外，其实温差太大也是一个饲养上一个很大的障碍跟问题。特别邀请农委会相关官员啊进行会勘。照饲粉叶的经验，旧历3月、4月、8月、9月，因为季节转换影响粉叶育成率，不过今年霜降了特别严重。中央甲地方农业单位联合会勘，发现鱼湾内底的水咸度有到5度。比适合饲粉叶的2度至3度，还佫悬真济。北门地区饲粉叶的渔民，目前已经有70个人来通报，因为7股嘛超过10个人，人数要持续的增加。海水绝对的浓度4度啦伊就影响伊的成长。啊，若5度就可能影响伊的死亡我所以现场采出一寡咱的样品啊对伊化验。啊，你若讲有发生这个死亡的情况，尽速甲咱公司来通报。台南市粉叶的面积差不多3250公顷，一年产量是13000吨，是全台湾排第2。农业局呼吁受灾渔民爱赶紧通报，若认定有符合天然灾害救助的标准，会协助渔民来申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宜兰有一个。